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0月28，申命記11章1節甲7節安尼講：恁着聽上主，恁的上帝，常常遵守伊所吩咐的。伊的規例、命令、誡命，就恁有親目看到上主所做一切偉大的作為。三甲來祈禱，互阮看見你一切偉大作為的天父。阮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全能的上帝，我們用謙卑的心來到你的面前，敬拜你，稱頌你，因為你是天地萬物的創造者，是宇宙萬物的源頭。主啊，你用無限的智慧創造了這奇妙的世界，互萬物佇你的恩典中來成長，也互人佇地上徛起，互世界一切受恩，通見證你無比的榮耀。主啊，人要受你的祝福，就着愛遵趁你的話來行。主啊，阮要聽你，常常遵守你所吩咐的，就是你的規例、命令、誡命，就阮有親目看到上主所做一切偉大的作為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